大家好，原生家庭對我哋人生每一方面都有非常廣泛同埋深遠嘅影響嘅噃。呢啲影響涉及個人情緒、人際感情、家人關係，甚至事業發展各方面。可以咁講，我哋誕生喺點樣嘅原生家庭，有點樣嘅父母同埋祖先呢，就會直接導致到我哋人生嘅命運同埋際遇嘅噃。而且呢啲影響係非常之根深蒂固添。不過我有一個好消息要帶俾你，雖然原生家庭對我哋影響係咁深遠啦，但係只要你睇清楚影響喺邊一度，同埋識得去化解有關嘅糾纏，你嘅人生就會立即出現改變㗎啦。呢條視頻嘅開頭呢，我就會詳細為大家講解原生家庭點樣影響我哋嘅人生。去到視頻嘅後半部呢，會有一條引導你同父母和解嘅冥想音頻。呢條音頻會為你人生帶嚟非常之深層嘅療愈，所以記得聽到最後啦。首先，大家要知道嘅係，我哋每一個人嘅生命都係嚟自一個好遙遠嘅生命源頭。呢個源頭就係所有一切生命同埋萬事萬物嘅根源。呢個生命嘅源頭呢，係透過我哋家族一代又一代無數咁多嘅祖先，跨越時空咁樣啦，將寶貴嘅生命傳送到我哋身上。每個人表面上都係一個獨立嘅身體啦，但係喺深層嘅潛意識之中呢，我哋都係同家族所有嘅祖先連結喺埋一齊嘅噃。所以家族當中嘅祖先呢，喺佢哋身上發生啲咩事，例如經歷過重大嘅創傷啊，命運好坎坷等啦，都有可能對我哋構成某程度上嘅牽連同埋影響嘅噃。當然啦，其中對我哋最大影響嘅呢，就係我哋嘅父母啦。因為我哋嘅生命係由父母直接而嚟，每一個人同父母嘅關係同埋牽連係最密切嘅。當然，除咗父母之外，仲包括佢哋嘅父母，即係阿爺、阿嫲、外公、外婆啦。雖然係隔咗一代，但係佢哋對每一個人，相對於其他祖先嚟講呢，都係有比較深遠嘅影響嘅噃。所以一般進行家庭系統排列嘅過程呢，係要研究包括個案3代嘅家族成員嘅噃。咁講翻父母先，父母就係我哋生命當中最重要嘅2個人物，佢哋就好似一棵樹嘅根部一樣，滋養住呢棵樹嘅生命。如果我哋同父母嘅關係唔好嘅話呢，生命就一定唔會順暢，甚至會諸事不順嘅噃。咁樣就好似一棵樹同樹根係斷裂咗，棵樹又點可能生長得健康茁壯呢？咁到底父親同母親對我哋嘅影響有乜嘢分別呢？首先講母親先。媽媽呢，就係我哋生命中第一個接觸到嘅人嚟嘅，因為每一個人嘅生命都係由媽媽胎盤入邊經過10月懷胎嘅滋養咧，嚟到呢個世界上面，所以我哋同媽媽嘅關係甚至係比爸爸更加之密切嘅噃。媽媽就係愛嘅根源，佢嘅功能呢，係令到仔女感受到被愛，令到佢哋自己相信自己係有價值嘅，值得被愛嘅。當一個人同媽媽嘅關係良好嘅時候啊，佢就會學識被愛係點樣嘅一份感覺。媽媽亦都喺仔女面前親身示範點樣去愛人。所以當呢一類仔女長大咗之後呢，佢哋就會透過愛同身邊嘅人產生連結。佢哋同樣都會識得去愛人啦，對人會有同理心啦，有包容他人嘅能力啦。咁樣佢哋嘅人際關係就會變得非常之和諧美好啦。因為生命本身呢，就係由各種各樣嘅關係組成。喺咁嘅情況之下，佢哋嘅人生就已經成功咗一半以上噶啦。但係如果因為各種各樣嘅原因，令到我哋同媽媽嘅關係唔好，例如覺得同媽媽好疏離，甚至抗拒媽媽嘅話呢，我哋同愛嘅根源就會被切斷，我哋就唔能夠透過愛同身邊嘅人產生連結，咁樣人際關係就一定會出問題。咁即係俗語所講，呢個人嘅人緣唔好啦，人緣唔好又點可能擁有成功同埋幸福嘅人生呢？講完母親之後就講父親咯噃。咁父親對我哋每一個人嘅影響又喺邊度呢？父親就係我哋人生第2個接觸嘅人嚟嘅，佢嘅功能同母親有啲唔同。佢係帶領仔女認識世界，帶俾仔女克服人生困難嘅力量。媽媽嘅能量咧係屬於陰性嘅，而爸爸咧就屬於陽性嘅能量。如果一個人同爸爸嘅關係好嘅話咧，佢就會覺得自己比較堅強，有意志力，遇到任何困難障礙都會比較容易去克服。當然，人生就會比較容易成功啦。相反，如果同爸爸嘅關係唔好嘅話，咁樣就會被削弱咗以上所講嘅力量，人生就會容易俾好多困難障礙自己，於是就會產生一種對生命嘅無力感嘅噃。
咁仲有一點，根據我過去咁多年嘅觀察啦，同爸爸關係唔好嘅人呢，一般佢哋對人生都會比較迷茫嘅喎。好多去到30零歲啊、40歲嗰啲人呢，都唔知道自己適合做邊一行，唔知道自己嘅人生應該向邊一個方向發展呢。通常呢一類人同爸爸嘅關係呢，就比較疏離，甚至係抗拒爸爸嘅噃。咁總括以上所講嘅內容啦，同父母關係良好嘅人呢，人生就會比較容易生活得成功同埋快樂。我哋睇翻一啲好成功嘅人物啦，例如香港好出名嘅李嘉誠先生，佢人生嘅座右銘就係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啊嘛。呢兩句說話係嚟自易經入邊代表陽性能量嘅乾卦同埋陰性能量嘅坤卦。所以從佢嘅座右銘可以睇得到啦，李嘉誠先生同佢父母之間嘅關係呢係非常之好嘅，所以佢嘅人緣又好啦，又有力量克服困難啦，人生自然就會比一般人容易成功啦。相反，如果一個人同父母關係唔好，甚至抗拒父母嘅話呢，就會導致到生命能量嘅斷裂。咁樣無論呢個人幾咁努力去經營人生都好啦，佢都會發現唔知點解人生條路呢好似好難行咁樣，處處都充滿障礙。如果佢能夠睇清呢度所講嘅真相，翻返去生命嘅源頭，重新接受自己嘅父母啦，咁樣人生就會立即扭轉過嚟噶啦。咁而家我想同大家做一個測試，就係測試你同父母之間嘅連結有幾深嘅。呢個測試好簡單嘅啫，咁大家可以放心去做就得噶啦。好，大家準備好未？如果準備好嘅話，就可以聆聽我嘅指引去進行啦。首先用一個舒服嘅姿勢坐好啦，閉埋雙眼，注意呼吸。呼氣嘅時候，慢慢放鬆，慢慢放鬆。我想你邀請你嘅父母嚟到你嘅前邊，想像你嘅媽媽喺你嘅右手邊，爸爸就喺你嘅左手邊。如果你從來都冇見過佢哋嘅，就想像一位女性同埋男性嘅形象出現喺你面前就可以㗎喇。首先，我想你望住右手邊嘅媽媽，睇睇佢嘅表情，佢嘅眼神，佢就係你嘅媽媽啦。我想你感覺一下，同媽媽之間情感上嘅連結有幾深呢？0到100分，100分就係同媽媽之間有完全嘅情感上嘅連結，0分呢就係完全冇任何嘅連結嘅。而家當你望住媽媽嘅時候，喺內心裏邊浮現一個分數。到底同媽媽嘅連結有幾深呢？50分就一半。好，容許有關嘅分數浮現出嚟啊！係啦，呢個分數就代表你同媽媽嘅連結啦。請你記住呢個分數。跟住我想你望過去左邊，望一望你嘅爸爸。你見到爸爸嘅表情、眼神，喺內心裏邊感覺一下，同爸爸之間情感上嘅連結又有幾深呢？0到100分，50分就一半。而家請你喺內心裏邊浮現一個數字出嚟，代表你同爸爸嘅連結到底有幾多分？係啦，請你記住呢一個分數。好啦，而家大家可以打開翻你嘅雙眼啦。喺剛才呢一個測試裏邊呢，大家都得到有關你同媽媽同爸爸之間情感上連結嘅分數啦。咁當然啦，呢一個分數呢就越高越好嘅，最理想當然就係100分啦。但係一般嚟講呢，都比較少人呢係可以去到100分嘅噃。但係如果你可以去到90分以上啊，咁已經係好好噶啦。但係如果你嘅分數同爸爸媽媽之間有一段距離嘅，譬如話可能係80分啊、70分啊，或者係更低嘅分數啊。我曾經為好多人做過呢個測試啦，其中真係試過咧，同爸爸媽媽之間嘅連結咧係低到得10分，甚至乎0分都有嘅噃。分數越低咧，就代表同佢哋之間嘅關係越疏離，同埋越多嘅抗拒。如果透過呢個測試，你發覺同爸爸媽媽之間嘅連結唔夠深嘅話，跟住落嚟就係一個好深層嘅冥想，係幫助你重新咧係提升翻呢個分數，重新接受翻你嘅爸爸同埋媽媽嘅噃。大家可以首先聆聽一下有關呢一條冥想嘅內容，到底係做啲乜嘢嘅，同埋注意嘅地方咧，跟住就可以進行噶啦。呢條音頻嘅作用咧，係幫助你去諒解父母，重新接受佢哋，令到你嘅生命能量重新被打通嘅噃。咁樣你嘅人生就會變得更加之順暢。喺冥想入邊，我會引導你去到一個高維嘅靈性空間啦。喺呢個空間入邊，你會被安排一位指導靈
去完成呢個過程，你亦都會接觸到父母佢哋嘅高我 higher self， 亦即係佢哋有形身軀背後嗰個充滿無條件大愛嘅靈魂，亦即係過去將寶貴生命送咗俾你嘅靈魂。你會同佢哋展開對話。記住，當你見到佢哋嘅時候咧，佢哋並唔係你過去所認識充滿缺陷嘅父母，而係充滿無條件大愛嘅完美父母。你可以用一個舒服嘅姿勢坐好啦，周圍嘅燈光嘗試較暗啲，同埋確保你喺一個唔會受到打擾嘅寧靜空間進行呢個冥想。如果呢個過程你有情緒嘅話，你就容許自己喊出嚟啦，咁樣係會令到你入邊潛意識一直壓抑嘅能量得到釋放，你嘅身心就會變得更加之暢通啦。所以你都需要喺附近準備埋一啲嘅紙巾。好啦，如果你準備好嘅話，我哋開始咯噃。用一個舒服嘅姿勢坐好，眯埋雙眼，注意呼吸。呼氣嘅時候，慢慢放鬆，慢慢放鬆。長夜空虛使我懷舊事，明月朗相對念母親。父母親愛心友善像碧月，懷念怎不比莫禁。長夜空虛怎冷夜半日，遙路遠碧海是我心。父母親愛心友善像碧月，常在心裏問何日報。你已經明白父母對我哋人生嘅重要性。父母就係我哋生命嘅根源。你同你嘅爸爸媽媽相處得好嗎？呢兩個人就係生命安排你帶到呢個世界上邊，係佢哋孕育出你嘅生命。如果冇佢哋嘅話，就唔會有你嘅存在。除咗佢哋之外，再冇其他人更適合做你嘅父母啦。佢哋已經將你一生當中最大份嘅禮物、寶貴嘅生命送咗俾你。佢哋可能已經離開咗，或者你從來都冇見過佢哋。而家只要想象佢哋就喺你嘅前面，睇下佢哋嘅樣。經過咁多年艱辛嘅歲月，面對生活無情嘅折磨，佢哋都已經老啦，頭髮都已經變白啦，面上面仲充滿咗皺紋，雙手都係青筋，身體仲經常唔舒服。佢哋嘅眼神都好攰啦。佢哋可能過去唔識得同你溝通，冇用正確嘅方法去照顧你，同你好疏離，甚至可能做過一啲使到你憎恨佢哋嘅事情。有邊個係唔想自己嘅父母愛自己嘅呢？有邊個唔想父母對自己好嘅呢？你同你嘅父母之所以有過去嘅關係，係因為你同佢哋過去世嘅業力因緣而導致。你同佢哋今生嘅關係，無論緣深淺薄，其實喺你出世之前，命運一早已經安排好啦。你係咪願意接受命運嘅安排？你係咪願意接受佢哋過去對待你嘅方式？唯有你接受命運，你嘅生命先至會順暢。其實佢哋嘅上一代亦都係咁樣對待佢哋。你嘅父母喺過去亦都承受過好多嘅痛苦。佢哋細個可能都得唔到愛，甚至被遺棄、被輕視、被虐待。佢哋嘅父母都冇喺佢哋面前做一個好嘅榜樣，佢哋根本唔知道點樣同仔女正確咁樣溝通相處。當你明白呢一切嘅時候，你願意體諒佢哋，甚至原諒佢哋嗎？而家先容許你前面嘅父母離開，
放空你自己，開始觀想一團純白色嘅光出現喺你頭頂上方。呢團光代表宇宙當中最高嘅靈性能量。開始觀想佢徐徐下降，進入去你嘅頭部，觀想佢繼續向下流動，進入你嘅身體、雙手、胸部、腹部、雙腳、大腿、小腿，一直從腳板底流返出去。你全身都充滿咗白光，感覺到好平靜、喜悅同埋充滿愛。而家觀想白光從你心口擴散出嚟，變成為一個非常美麗嘅黃金球，包圍住你全身上下。而家想像有一道門出現喺金光入邊，我會從1數到3，當我數到3嘅時候，呢道門就會打開，你會進入一個非常美麗嘅神聖空間。預備，1、2、3，門打開咗啦。想像你穿越呢一道門，進入咗門後邊嘅神聖空間。你睇到周圍嘅一切都非常之神聖，非常之美麗，充滿咗靈性嘅光芒。去感受呢一個神聖嘅空間，佢正在為你注入宇宙最高嘅正能量。你嘅靈魂正在被提升去到最高嘅震動頻率，充滿咗愛、喜悅同埋平靜。喺光之中，想像一位散發住愛嘅指導靈出現喺你嘅身邊。佢可以係任何嘅形象，又或者純粹係一團光都可以。佢正在對住你微笑。指導靈嘅出現係要幫助你去完成接受父母呢個過程。而家指導靈向你指示前面有另一道門，呢道門而家慢慢打開，門入邊散發出靈性嘅光芒。喺光芒之中出現咗一個人，佢就係你媽媽嘅高我。你媽媽嘅高我正在對住你微笑。你而家正在面對嘅係媽媽靈魂之中最高嘅靈性面向。呢一份本質遠遠超出你喺現實生活中所認識嘅佢。用一啲時間向佢表達任何你想講嘅說話，可以係愛、感謝，又或者你心底裏面有啲乜嘢一直壓抑冇機會向佢表達嘅說話，又或者過去多年來你曾經所受過嘅傷害。你嘅母親高我會用開放嘅心胸去聆聽你嘅說話。當你表達完之後，佢會真誠咁樣去回覆你。喺高我嘅層面，如果佢過去有做出任何傷害過你嘅事情，佢會真誠咁樣向你道歉。想像佢向你表達深深嘅悔恨，基於現實同埋原生家庭對佢嘅影響，佢已經喺當時做出佢所能夠做嘅最好選擇啦。你有幾分鐘嘅時間，慢慢同佢進行呢一場咁重要嘅對話。如果可以嘅話，觀想自己接受佢嘅道歉，接納寬恕帶嚟嘅療癒光芒，感受怨恨從心裏邊消散消失。如果你發現自己仲係唔能夠原諒你母親嘅話，你亦都唔需要強迫自己，你可以騰出一啲心理上嘅空間，容許自己未來有機會釋放有關嘅糾結。如果你過去你都曾經做過一啲傷害你母親嘅事情，你都需要向佢道歉同埋請求佢嘅原諒。你有幾分鐘嘅時間去進行呢一場重要嘅對話，而家可以開始啦。
想像一下，眼前嘅母親聽完你呢一番深情嘅說話之後，佢向你表達佢有幾咁愛你。呢份愛係從佢嘅高我散發出嚟嘅。想像愛嘅光芒流入去你嘅靈魂，或者過去現實生活當中佢從來冇表達過咁樣嘅愛，但係呢一刻喺呢個神聖空間裏邊，佢嘅高我非常之渴望向你傳達呢一份無條件嘅大愛。想像你媽媽向你表達出充滿愛嘅說話，全身散發住愛嘅光芒。你亦都可以容許你自己行近你媽媽，同佢做一個深情嘅擁抱，打開你嘅心胸去接受呢一份愛嘅滋養。如果你媽媽以前冇咁樣向你表達過咁嘅愛嘅話，請你容許自己喺呢個神聖空間學習接受佢嘅高我，而家重新向你表達呢一份愛，打開你嘅心胸去接受呢份愛為你靈魂帶嚟深刻嘅滋養。而家指導靈向你指示另一道門，呢道門慢慢打開，門入邊走出另一個人，佢就係你父親嘅高我，佢正在對住你微笑，呢個就係佢靈魂當中最高嘅面向，去感受你父親嘅靈魂本質。呢個本質遠遠超出你喺現實生活中所認識嘅佢，用一啲時間向佢表達任何你想講嘅說話，可以係愛、感謝同埋思念，又或者你心底裏邊有啲乜嘢一直壓抑嘅說話，或者過去多年來你曾經受過嘅創傷，你父親嘅高我會用開放嘅心胸去聆聽你嘅說話。當你表達完之後，佢會真誠咁樣回覆你。喺高我嘅層面，如果佢過去有做過任何傷害你嘅事情，佢能夠真誠咁樣向你道歉。基於現實同埋原生家庭嘅影響，佢已經喺當時做出佢所能夠做嘅最好選擇啦。用一啲時間慢慢同佢進行呢一場重要嘅對話。如果可以嘅話，觀想自己接受佢嘅道歉，接納寬恕嘅療癒光芒，感受怨恨從心裏邊消散消失。如果你發現自己仲係做唔到原諒，你可以騰出一啲心理上嘅空間，容許自己未來有機會釋放有關嘅糾結。如果你過去亦都做過一啲傷害你父親嘅事情，你亦都需要向佢道歉同埋請求父親嘅原諒。而家你可以開始啦。
你睇到眼前嘅父親向你表達佢有幾咁嘅愛你，呢份愛係從佢嘅高我散發出嚟嘅。想像愛嘅光芒流入你嘅靈魂，或者佢現實生活當中冇表達過咁樣嘅愛，但係而家你正在喺呢一個神聖空間之中，佢嘅高我深切渴望向你傳達呢一份無條件嘅愛，讓佢親口同你講，向你表達呢一份愛。你亦都可以容許佢擁抱你，用一啲時間容許對方向你表達呢一份無條件嘅愛。如果你爸爸以前並冇向你傳達過咁樣嘅愛，請容許自己接收佢高我而家重新向你表達嘅呢一份愛，打開你嘅心胸，接受呢份愛嘅滋養。觀想自己接受呢份愛之後，你整個存在都充滿咗光同埋療癒嘅能量。你終於了解到喺靈魂嘅層次，你嘅父母深深咁樣愛住你，讓佢呢份愛同埋理解深入咁樣注入你靈魂嘅深處。而家我想你想象爸爸同埋媽媽企埋喺一齊。爸爸喺左邊，媽媽喺右邊。為咗答謝你嘅父母，你會同佢哋講出一段深情嘅對話。你可以跟住我對住佢哋講：親愛嘅爸爸媽媽，係你哋將我帶嚟到呢個世界上邊，你哋就係我生命嘅根源。我喺入邊流住你哋嘅血，有你哋嘅傳承。除咗你哋之外，再冇其他人比你哋更適合做我嘅父母啦。我曾經因為你哋做過嘅事責備你哋，抱怨你哋，又曾經認為你哋唔夠好，好對唔住，請原諒我。多謝你哋賜俾我呢一個寶貴嘅生命。我而家用最大嘅恭敬心、謙卑心同埋感恩心去愛你哋。如果有可能嘅話，我亦都會好似你哋一樣，將生命傳落去俾我嘅仔女。如果我冇自己嘅仔女，我亦都會好好善用呢個生命，活出一個有意義嘅人生嚟到去報答你哋，將你哋俾我嘅愛傳俾更多有需要嘅人。講完呢番說話之後，你見到爸爸同媽媽對住你微笑。好，而家請你將雙手放喺心口上邊，將呢份美好嘅感動放喺你心底裏邊。如果你想嘅話，而家就可以將父母帶俾你嘅愛化作光，擴散傳送去到身邊嘅人，包括係你嘅伴侶、家人、朋友、合作夥伴同埋其他嘅人，讓佢哋同你相處嘅過程都能夠感受到你散發出去嘅愛，令到你所有嘅人際關係都變得和諧美好。你見到旁邊嘅指導靈對住你哋微笑，深深咁樣去祝福你哋。你亦都好感謝指導靈今日為你哋帶嚟嘅幫助。稍後我會慢慢咁樣從1數到5，當我數到5嘅時候，你就會翻返嚟，打開翻雙眼，感覺到非常精神同埋美好。預備，1、2、3、4、5，好，而家可以慢慢打開翻雙眼啦。恭喜你，你已經完成咗接受父母呢一個冥想過程啦。如果你有需要嘅話，你可以隨時聽翻，繼續去療癒同父母之間嘅關係。咁除咗冥想之外呢，你亦都可以配合一啲實際嘅行動，進一步去改善同父母之間嘅關係噶噃。你可以揾一個比較放鬆嘅時間啦，靜低落嚟，諗翻喺父母身上有啲乜嘢嘅性格、能力、特質係好值得你去欣賞同埋尊敬嘅呢？你可以分開父母逐項寫出嚟啊！對於某啲人嚟講呢，因為過去習慣咗從負面嘅角度去睇自己嘅父母啦，所以開始嘅時候可能有啲困難喎。但係如果你能夠打開心胸，用最真誠嘅心去問自己嘅話，
你係會寫到好多平時你留意唔到嘅正面特質嘅，因為你嘅潛意識係完全知道㗎。你甚至會發現喺自己身上亦都遺傳咗父母佢哋嘅正面特質添。喺你進行呢一個練習嘅過程當中咧，你接受父母嘅程度又再提升咗㗎啦。咁另外咧，你亦都可以抽翻多啲時間去關心佢哋，陪伴佢哋啦。一個關心嘅訊息又好，一個電話又好，又或者抽時間陪佢哋飲餐茶，父母都會覺得你好重視同埋孝敬佢哋。咁樣你同父母嘅關係就會越嚟越好，你嘅人生亦會變得越嚟越順暢。好，咁有關接受父母嘅內容就講到呢度先。我衷心祝福大家有一個幸福、快樂、如意、順暢嘅人生。再見。如果大家想持續咁收到 Raymond Sir 嘅節目分享，歡迎你喺 YouTube 上面按訂閱。當你按咗訂閱之後呢，亦都建議你喺隔離嘅鈴鐘按一按，咁樣你就可以即時收到我哋節目上載嘅通知信息㗎喇。有關心理治療服務，包括網上視像、互動治療以及家庭系統排列工作坊，歡迎你瀏覽我哋嘅治療中心網頁 www.hkfcip.com。有關整合靈性心理學培訓學院嘅培訓內容、課程資料，亦都可以瀏覽 www.ispti.com， 或者關注我哋嘅微信官方賬號整合靈性心理學。同時亦都歡迎你直接用 WhatsApp 或者微信聯絡我哋85293100980。多謝你嘅收聽，我哋下一集再見。